企業出海，第三樣嘢就係你嘅 IP 都要出海。好多人都忽略咗第三樣嘢要出海嘅咧，其實就係你嘅 IP， 即係你嘅智慧財產，包括咗你嘅商標、你嘅專利。你嘅商標同專利究竟落戶喺邊度係最好嘅咧？喺香港嚟講，有一個稅務制度叫做 Patent Box， 即係專利盒。符合咗條件嘅話咧，透過呢一個專利賺到翻嚟嘅錢所產生嘅稅項咧，仲可以大大咁樣去到減低。除此之外，香港咧對於特許經營權嘅授權費用咧係冇一啲額外嘅稅項咧係需要徵收嘅。仲有一樣嘢就係如果你透過香港嘅公司架構去到持有呢一啲嘅 IP， 將來有機會將一啲 IP 賣走咗而賺到錢嘅時候咧，亦都唔需要交呢一個資本增值稅。所以香港絕對係你嘅 IP 落戶嘅最佳選擇。唔知道要點樣做嘅話，就要揾專業人士幫手啦。